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 FT Teddy 嘅 channel 啊！我係一個未來會打開你金融世界大門嘅一隻熊。咁嚟緊呢條片啦，會用你一日入邊嘅瑣碎時間啊，去提升你嘅金融知識啦，同埋 update 一啲嘅市場上嘅現況咁樣嘅。嚟緊呢個 channel 嘅主要存在啦，其實都係想香港可以有一個用廣東話得嚟，又唔使咁悶，又可以學到 finance 嘅地方。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歡迎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去分享俾你認為值得睇我嘅片，去一齊見證大家嘅成長啦。好，咁 no more bullshit 啦，直接入正題啦。好，今日嘅時間係2026年嘅4月7號晚上嘅9點40分左右啦。咁今日拍呢條片嘅主要有幾個位嘅。咁第一個點啦，就係我嘅倉位上面會有些少嘅調整啦，由原本嘅73,000位置啦，OK，然後更改為呢一個啱啱新界呢條線70,300左右嘅倉位上嘅一啲嘅 stop loss 上嘅調整啦，係咁樣啦。咁目前嘅倉位嘅浮動盈虧坐落喺13,000美金咗啦，咁啊 take 咗4% 左右嘅。好，咁呢個位置就講一講點解會想喺呢一度做一個 stop loss 嘅更新啦。好，咁首先解釋下呢一條線，甚至乎呢個位置點解會係一個叫重要啲位置啦。可以睇到我今日呢個圖表係一個嘅 K 線圖，係屬於日線嘅 K 線圖嚟嘅。咁日線嘅 K 線圖其實係表達緊啲咩咧？其實佢就係表達緊嚟緊一個叫可能長線啦，長線嘅嚟緊一個趨勢嘅。咁一般預測就會可能喺7日啊到2個禮拜不等啦，1至2個禮拜。好，咁講一講兩個情況啦。嚟緊價格點解會掂到呢度，同埋掂到呢度會係一個關鍵嘅轉折位啦。OK，好，假設啦嚟緊價格啦，可能喺68,000呢個位置啦。OK，然後掂到呢一個嘅70,300嘅位置啦，約莫73,000嘅位置啦。係70,300嘅位置，咁會出現一個咩嘅情況咧？就係會擠壓咗客做空單嘅一啲嘅訂單，一啲嘅 stop loss 啦，做空嘅 stop loss 啦。OK，咁就會出現一個 squeeze 嘅情況出現啦。咁會助長呢個價格推動，去再掂多一次前邊嘅一個嘅 high，一個高處或者中期高處位置啦，係啦。咁就一個助燃劑啦。OK，另外一種情況會出現啲咩咧？就係佢因為呢度賣方嘅力量好大啦，OK，咁佢唔希望佢掂到呢個位置嘅，咁好多賣方好多承壓啊，咁會出現就係呢個位置佢掂唔到呢個位，反而係轉頭落翻嚟，然後去 touch 下一個嘅低點，咁前低點咧，你見到呢度第一條線、第二條線嘅 liquidity 咧已經俾人剔咗噶啦。咁繼續牽涉到啦。咁下一條嘅呢個嘅 liquidity 嘅線啦，或者佢下一個嘅下跌嘅地方，可能去到邊度咧？推測就約莫64,000中間位置，係呢個係比較樂觀少少啊。咁如果做多單啦，做多單嘅朋友咧，可以嘗試喺64,000嘅位置入場啦，咁然後止蝕位都係 set 翻喺62,500點左右嘅，係。咁至於做空單嘅朋友仔，其實呢個位咧，都可以嘗試做一個進場嘅，喺一個低時區入邊睇睇啦。咁同樣地啦，如果做一個空單嘅話，stop loss 嘅話都會 set 翻喺70,000呢個位置附近，係啦。咁一個 TP 位啦，咁就會 set 喺65,000左右嘅。轉去低時區睇一睇，去4小時圖，可以見到4小時圖嘅 K 線圖啦，其實都係唔樂觀噶啦。出現咗一個跳空嘅空缺位啦，係啦，而且都好似幾大力嘅呢一個空缺位，呢一個唔靚仔嘅空缺位啊，4小時嘅。咁價格掂到呢個空缺位咧，其實都即刻係好 respect 嘅呢個位置啦。價格亦都係轉向下嘅。咁假設嚟緊嘅 K 線圖啦，另一圖表係低嘅67,000，直情係食晒呢個4月5號去到4月6號嘅所有漲幅咧，
原則上嚟講咧，都係走唔出呢個空頭嘅結構啦，都係繼續向下嘅。咁嚟緊就會嘗試掂呢個65,000嘅位置啦，甚至乎去就一個更低點嘅。咁至於想做 short 嘅朋友咧，咁啊睇一睇有冇更好入場位啦。其實今日嘅6點左右啦，6點左右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入場位置啦。係咁或者嚟緊就可以嘗試下喺呢個69,000啦，呢個 area 啦。OK，呢個 area 嘗試入場嘅，今日 get in 入場啦。係啦，價格回升翻上嘅時候先再嘗試入場嘅。咁然後做一個嘅空單，一個咁樣啦。咁啊，stop loss 就 set 翻喺73,000位置啦。咁然後呢個嘅盈虧比就可以拉落去到假設65,000嘅呢個位置啦。咁都有6% 嘅，咁對翻個盈虧比都有5R 左右。係一個幾可觀嘅一個操作，咁當然要啲時間去等待嘅，因為始終分析圖表呢樣嘢，我係以一個日線甚至乎4小時線、1小時線作一個嘅分析基準嘅，咁唔有別於呢個 day trade 一個日內交易啦，咁我做嘅操作都係比較長線為主嘅，係啦，咁所以暫時做空嘅結構不變嚟講咧，我之前所持嘅呢個71,000呢個做 short 嘅訂單咧，呢個做 short 嘅 order 咧，其實都係不變嘅。咁至於我呢個嘅 stop loss 位置啦，有所改變啦，先要 set up 呢一個位置嘅。咁啊，叫做 happy money 啦。咁我至少都 take 咗1000點左右噶啦，呢度假設佢回調翻一個去呢個我嘅指示位置啦，我都係 happy money 至少$4,000左右啦，係咁啊，嚟緊睇下後續嘅走勢啦，咁都係做 long 嘅位置嘅，咁啊做 long 嘅位置就真係要去到64,000先至可以做一個叫做風險冇咁大嘅 long 咯，咁可能會係咁樣嘅，嚟緊嘅訂單咯，我都有 set 嘅，咁啊做 long 可能嘗試博上去呢度咯。咁啊，等待價格嘅回調啦，咁要落到去64,500點，我會先要嘗試做一個多頭嘅入場嘅，咁支持 set 翻去63,000啦，咁同樣地盈虧就上到去76,000，咁我風險報酬比就去到6.5個 R 啦，咁啊20% 左右噶啦，呢一筆嘅交易係，咁嚟緊未來呢一個月其實都會發生㗎啦，咁我呢度都有啲訂單可以睇一睇，就係咁目前嘅持倉啦，咁呢張單亦都可以做一個執行嘅，咁啊行價單買入4粒，64,500點啦，拎個靚仔啲嘅數字，咁啊呢度做一張訂單。呢個多頭入場位置啦，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都係要交俾時間㗎啦。我睇嘅所有都係睇一個盤面上去分析，至於一啲基本面啊嗰啲嘅消息啊，咩點樣打戰爭嗰啲，我 I don't give a shit，係咁啊，一切以技術分析至上㗎，即時嘅市場反應作準。好，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呢條片嘅留言下啦，睇下會唔會拍多一啲其他嘅內容啦。